1块的人，大家拢爱用，大细汉拢爱用。电皮有迄红奶油就造出来。你有看到无？放风就是伊就走出来，到你厝仔骹。你走来就顺呢。但是有一寡物件，我时间啊、椅啊。咱即马会使用伊本身的名来甲你讲，只是讲因为外口的人对这个是一定有无正确的理解，所以咱伫咧外口讲一摆可能有人误会，就较麻烦。哦，你若是要甲外口的人讲，可能要加解说。嘿，对。你有看到无？第2顿的顶管有一粒，有一粒，这细粒一粒硬，细粒啊，细粒啊叫做啥物？荠麦硬，荠麦硬。有外口的这两片阴盾，这是外阴盾、内阴盾。来哦，来，我这间店要开店啦。这间店呢，无冰角，无红奶，无西瓜，拢无。我甲有白滚水尔，啊，滚一支草条。我这个口味就有红奶。有迄气泡，有芭乐，有葡萄、柳丁、苹果、蓝莓。你想看卖？你想买啥物口味的果酱？啊，你要啥物鲜水的？你还有什么水果？芭乐啊，红果。你若红果其实爱掺一包红豆水，啊，你会较喜欢。红豆生，你迄葡萄叫红豆生，尝了你会较喜欢，好食的，足好食的。好，安尼会使。较重要是伫咧中了后，你就会当用你的腿部来固定起来，要安怎固定拢会使。来看这是不是走来就顺呢？所以啊，恁其实拢做厉害的，不管是用布达迄种的啊，还是讲真正家己的叮当的，上少恁所有的材料倒落去了后，拢会使叮当。我感觉这是做赞的，这真正是做赞的代志，一摆就成功啊！咱去石头厝哦，小朋友，去石头厝第一就是捡这吼细细角角的石头，甲贴好好，安尼你的厝的角就起来啊。一粒石头边啊吼，上起码拢有5粒石头。风吹阵阵，玻璃无痕，啊，这间菜食，啊，这间菜棍。你有几项？一项来了，一项。咱生活内底拢会拄着。另外讲，这就是你就就买啊，去要皮去啊，你爱这真啊皮。搁找一粒倒看卖的吼。这。我想要。这我甲你讲倒这。无遮简单吼，因为你若倒唔着所在，你哦食到规嘴拢是壳，倒一个壳，所以甲伊尿开。哦，来，哇，有，来要开，哦，啊阿嬷摕土啊，甲伊拔，甲伊摕起来。你看哦，这土安尼，这袂使安尼挖啊，这边啊那个。挖边啊！哦，这粒较有肉，哦，这粒较大粒。来，接上干食。你家己要食无？要食无？爸爸妈妈一个吧，我给我50块，100块啊，100块，我一个月就400块，甚至500块，2个月就1000块啊。我哪会使随在去买我介意的？好，你讲，袂使吼，拢所以单身是不可以上我是唔对啊。伊感觉袂使，无要紧，大家一个50块。哦，我做了下这下心症，因即摆大骨头有下心症的牙出，下心症是，下心症是爸爸妈妈要互你，还是好好分互你的？好好分的哦。
好好班咧，但是这嘛是用到这是你的。对哦，你爱知影讲，有一寡咱去学校哇，食一物件，会炸食一物件，会用到食一物件，但是其实有一寡是咱家己的，就是我头仔讲的，囡仔囝因家己的。但是有一寡物件，像时钟啊、椅啊、刀啊，有一寡学校的餐具啊，迄拢是学校的，迄间甚至学校迄种厝，是不是咱家己。开始，再来，屁股，来，班长顺点呀，多下欢笑，大声一点，看到现在，多下欢笑。表示讲，今仔日我若看到一个古色的地方囡仔，表示讲伊是一个真特殊的效果。比如讲有啥物要出来，比如讲怪物啊，还是神明啊，还是啥物要表示讲哦，迄个气势足强的。今仔日若有伊安尼，还是唔知啥物物件要出现的迄种感觉。也会心好。来，江虾来哇！你看，你看。你选的是平市，就是市伫涂骹。你会想要选这个的原因是啥？是因为安尼会使伫内底会使较自由啊。安尼，若是伫外口，家可能伤热。你惊因晒日头伤热，所以内底较舒适啦，敢是安尼？你有你的想法咯。这是放牧袂伫外口走的，这是平市的。就是因会使伫个家庙内底，但是会使跳舞，会饲甲放牧，放牧就是因会使走出来到连树仔骹啊。阿爸要走，阿母要走，阿母要走，朋友要走，大家拢做优秀的，嘿，真好。阮的囡仔就是台语是因的母语，但是咧，你入学校了后，其实无机会用家己的这个母语，搁去学习更较深的内容。其实这毋若是阮的囡仔拄到的问题，是过来10冬以来的台湾人吼，即摆你努力行出去外口，10个内底有7个这学其实拢是家己囡仔，但是因的这个母语，你入学校以后，就会慢慢无去。到当也是无一个以台语为主体的学校，所以为着要互阮的囡仔会使健康大汉，毋若是身躯大汉尔，就是伊的母语嘛爱对咧大汉，所以阮是用家己的配列班，各种无共款内容的即个课程吼，是用全台语陪囡仔去认捌世界，也是讲讨论一寡较深的议题，希望讲因有法度用台语去做思考安尼。